新闻一开始，咱来看总统大选的新闻。这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伫咧万里旧厝最近一直互南北镇压攻击。赖清德也表示，这炭区的老厝伫咧民国47年就有啊，52年抗击法才施行。这间厝伫咧法规就有的进程呢，已经是合法存在。那赖清德也批评讲，这侯友宜伫阳明山的学生宿舍和郭文德的农地变停车场。那这郭文德今日下晡是委托党内机关去甲农地打故事，讲会甲这点啊甲吐掉变转去农地。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万里的旧厝违建的风波，对手国民党甲民进党伫年时一直攻击。20无公开行程的赖清德下晡参加中常会，对着旧厝的争议作出说明。赖清德讲，旧厝伫民国47年就存在啊，因为民国52年抗疫法才实施。科学计划法是民国70年实施的，代表这个厝早伫法令规定进前就已经合法存在，成个申请保证停止合法的厝。几十年的公寮年久失修。自然需要修建，所以矿区的房子早在法令之前存在，应该是合法寄存的建筑，跟都市有法可循、违法加盖的违建概念截然不同。赖清德讲，偏远炭坑的这个旧厝，加国民党侯友宜阳明山规栋的学生宿舍，还有民进党郭文铁旧厝的违建，持有的农地做游览车停车场来比较，是无多做比较的。郭文铁是证实农地违规使用，要赶紧来消灭争议。按规定就必须要有一个告示。郭文铁赶紧找民进党议员李国忠协助，确认土地界线范围，达到施工的广告。最近就施工，原本停摆游览车的农地就已经清空，要叫怪手甲淡马加路挖掉，回归农地使用。不过这阵也未看到机械立案。赶快先去申请了公文，然后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公告，就是希望在近日协调好那个大型机具进场的日期跟时程之后，我们要赶快先公告，让邻居知道，也要让周遭的业者晓得，就是在出入的时候要注意到一个，我们这边也会注意到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国民党侯友宜是批评赖清德对着备案甲乌金以及正常的交接拢无回答，也搁再讲到重新启动服务，规两文放伫共一拿，因为中国就是大卡拿，台湾爱甲中国全世界做朋友，绝对不能像民进党经济锁国啦，每一次都用意识形态啦，制造很多不必要的对立跟冲突，所以。民进党因为锁国断了9个国家的邦交，区域经济贸易嘛惊袂出嚟嘛，两岸也不对话，也不沟通。侯友宜讲，台湾的区域经济贸易行袂出去，两岸无对话，造成新世界无法度甲国际接活起来，强调绝对袂使亲像民进党经济锁国。记者综合报道。